大家好，歡迎又翻到嚟香港地道日記，我係你嘅主持人 Jasper。今日嚟到探索新地方嘅第2集，今日我就參加咗青協嘅一個活動，咁我今日會帶緊大家去屯門嘅 T Park 去片。咁我哋喺沙田呢度出發，入屯門嘅稔灣園區就大約要1個鐘左右，咁我哋準備出發。咁同大家講下啦 ，T Park 係位於屯門稔灣嘅首個污泥焚化嘅環保園區，咁亦都係一個香港好重要嘅地方啦。咁今日我就會帶大家參加。咁其實呢個 T Park 咧都同環保有息息相關㗎，一直睇落就知道㗎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而家就上車啦。有啲上樓嘅跡象。咁我哋會經過城門隧道。咁屯門嘅 T Park 咧係有一個嘅戶外可以浸腳嘅地方啦，同埋咧咁都有一個係可以落水嘅地方嘅。咁呢啲咧喺網上亦都好熱門嘅。而家亦都可以望到出面好大雨。哇！喺沙田入嚟真係唔係講笑，而家咧已經咧搭車搭咗個幾鐘陣，好眼瞓。我哋再經過新界西嘅堆填區，附近嘅路都好錯。哇！我哋仲可以望到深圳遠遠嘅高樓大廈。咁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到呢個嘅室外浸浴池。好啦，各位，我哋咧已經順利到咗 T Park。咁我哋就嚟到 T Park 嘅展覽廳，就有啲片可以睇嘅。自從人類開始群居生活，就要處理排泄物嘅問題。數千年嚟，人類都以一種無損生態環境嘅方法，讓呢啲含高養分嘅排泄物，俗稱夜香，回歸附近嘅農田土壤。It has been a huge challenge. Engineers are very used to dealing with other engineers. But when you introduce all these other disciplines necessary to achieve a project like this, it's a whole new level of coordination that we've never really tried to achieve before. 綠色污泥車每一日送啲污泥入嚟，入到嚟 T Park 之後，佢要停喺港屯位置磅重。第一次磅嘅重量係污泥同車加埋嘅重量，然之後咧咁司機收到指令啦，咁之後會將架車駛入去呢個卸置區入面。咁然之後咧一陣咧大家會一齊見到呢架模型車，咁佢會慢慢噴後會打直呢塊板嘅時候，綠色箱會升起。咁佢升起嗰下就係代表倒啲污泥入去後面兩個獨立儲存缸儲存。倒污泥過程咧有機會咧係會有因為本身有臭味，咁所以咧我哋卸置區咧係一個處於一個負氣壓嘅通風系統，意思即係臭味全部咧喺個卸置區入面係唔會出去環境度，係會經過管道、離道啦、凝網裝置兩階段式化學洗淨除臭系統。主要咧呢度咧你會見到紫色同綠色處理室，會先處理酸性同鹼性嘅臭味氣體。首先臭氧嘅學校運作俾大家了解。當電視機嗰個呢個機型，而家呢個機型係雙螺旋軸混合1級同2級污泥。由於我哋呢個 T Park 係收緊1級同2級污泥，即2級污泥分別嚟自1級同2級污水處理廠。二氧化氮嘅排放，硫化同焚化爐佔有利
將熱能轉化成電能。由於鍋爐同焚化爐嘅內火場合而為一，係燃料喺氧氣中燃燒所產生嘅現象。過程入邊會釋放出光同熱，燃料可以係固體、液體或者氣體。喺呢度，燃料就係污泥。要燃燒帶有水分嘅污泥，必須採用高效燃燒過程。呢個就係硫化床焚化技術。簡單嚟講，佢利用空氣噴射，將熾熱嘅沙粒懸浮喺空氣入邊，沙粒同注入嘅污泥快速混合，同時提供氧氣作用。等我哋深入了解下佢係點樣運作。首先，利用噴嘴喺焚化爐嘅底部注入空氣，當空氣達到一定含量之後，沙床就會懸浮起嚟，團結熱沙床開始跳動，情況就好似煲水一樣。呢個過程叫做流化。而家嚟到污泥呢部分，當混合污泥注入焚化爐嘅時候，高溫嘅蒸汽就會將污泥整碎，成為細小嘅粒子，溫柔咁散佈喺沙床上面。源頭熱沙同污泥混合，而爐裏邊嘅強烈翻騰同埋研磨過程，會將沙入邊嘅熱能快速傳到去污泥，令到氧氣同埋用作燃料嘅污泥完全混合，加速燃燒，嚟提高焚化效率。呢個就係硫化床焚化技術嘅一大優點。喺進入第二階段燃燒嘅時候，會有更多空氣注入沙床，去確保能夠分解剩低落嚟嘅有機粒子，例如二噁英。爐入邊嘅污泥至少會有2秒達到850度或以上嘅高溫，比起火山爆發嘅岩漿溫度仲要高。為達到更好嘅燃燒效果，我哋需要密切監察污泥嘅均勻度同埋濕潤度，仲要喺需要嘅時候作出適當嘅調節。舉個例講，比較濕潤嘅污泥需要更高溫度先可以完全燃燒，而調節氧氣嘅含量就可以控制燃燒速度。焚化爐入邊保持適當嘅含氧量，亦可以盡量減少過程入邊產生嘅污染物，例如氧化氮。所以，利用硫化床技術，焚化爐可以達到高效燃燒嘅同時，亦可以減少煙道氣體嘅排放。會將重同輕嘅懸浮粒子分解。然之後重嘅懸浮粒子啦，因為重力嘅關係，咁會沿住個扶手會傳送翻去發電機機組，再產生電力。係啦，咁你成個過程簡單啲，熱能轉做動能，再產生電力。係啦，咁唔好爭先，係啦，唔好爭，係唔好爭。大家見到呢度得㗎啦，係啦，呢個我每一層換噴透嗰嘅時候，係啦，咁你水分子咧會穿過熱會阻隔。咁再最尾白色水咁會收集淨化水，係啦，就係我哋要咧，佢要會攞翻我哋嘅好簡單啲令到啲水變乾淨，然之後啲水再經過補數去到圓形位置，中間一個位啦，咁你嗰啲嗰邊就可以望到 T Park 對面嘅新界西堆填區。上喎，唔係向上望。向上望你哋咧，如果應該會見到。唔好意思 sorry。咁我哋真係而家正式嚟嘅觀景台。可以望到一望無際嘅海景。好啦，咁咧探索新地方第2集咧就完啦。咁咧希望大家做齊 CLSS 4部曲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而家就準備離開 T Park 啦。而家都係差唔多日落嘅時分啦，所以而家咧嘅夕陽都幾靚嘅。記得我哋支持暑假嘅創作，拜拜。各位臨時計劃真係好有變啊！嗱，其實咧本身咧就係完咗呢個嘅探索新地方2噶啦，但係咧我哋咧就由屯門。大家記得要 follow 香港地道日記嘅 YouTube 同埋 follow 香港地道日記嘅 WhatsApp 頻道。